我讲的很清楚，有点多呢，一个动物，我的那个尾巴都被谁给它变成猪毛，有味道对这里的提要的，有个这个都是专业都是采的都是几，也就是8个口的3大口的，所以说这个牛筋说的是后面的猪肉，这个都是我今天还没是很晒，都是这个做的，我们就这种是现在。首先，花园有场地让人。
Thank you.